大家好，今日要講嘅故事，好多人都聽過，就係白雪公主。呢個故事最早出自德國格林兄弟，流傳咗200年，一直教我哋真正嘅美麗唔只係外表，而係一顆善良嘅心。喺一個遙遠嘅國度，住住一位美麗卻驕傲嘅皇后。佢有一面魔鏡，佢日日都會問：魔鏡啊魔鏡，牆上嘅魔鏡，邊個係世界上最美麗嘅女人？鏡子總係回答：我嘅皇后，你係世界上最美麗嘅女人。但係有一日，當白雪公主漸漸長大，佢嘅美麗勝過咗皇后。皇后再次問魔鏡嘅時候，魔鏡回答話：我嘅皇后，你好靚，但係白雪公主比你更加美麗1000倍。皇后聽咗，嫉妒與憤怒喺佢心中燃燒。皇后命令一位獵人將白雪公主帶到森林深處，將佢剷除。佢對獵人話：為咗證明你完成咗任務，將佢嘅心帶返嚟俾我。善良嘅獵人唔忍心傷害天真無邪嘅白雪公主。喺森林裏邊，佢對公主話：快啲走啦，可憐嘅公主，匿起嚟，唔好再翻城堡啦。白雪公主一個人喺森林入邊奔跑，直到佢發現咗一間小巧可愛嘅屋仔。佢輕輕推開門，發現裏邊嘅一切都非常細，台上擺住7個盤仔同埋7個小杯。當屋企嘅主人7個喺山裏邊開採黃金嘅小矮人返到去嘅時候，佢哋發現咗瞓喺床上嘅美麗公主。一位小矮人拎住燈籠，驚訝又溫柔咁睇住佢。佢哋即刻就中意咗白雪公主，並同意俾佢留低。邪惡嘅皇后喺魔鏡嗰度得知白雪公主仲未死，佢嬲到打晒冷震。佢將自己偽裝成一個賣嘢嘅老婆婆，仲整咗一個浸滿劇毒嘅紅蘋果。皇后偽裝嘅老婆婆嚟到小矮人嘅屋，說服白雪公主試一啖嗰粒睇起嚟好美味嘅蘋果。白雪公主食咗一細啖，即刻就瞓咗喺地上，陷入咗沉睡。傷心欲絕嘅小矮人將白雪公主放喺一個玻璃棺材入邊。有一日，一位王子騎馬經過森林，睇到咗美麗嘅公主，佢即刻俾佢嘅美貌所吸引，深深咁愛上咗佢。王子懇求小矮人俾佢帶走白雪公主。當佢嘅僕人抬起公主嘅時候，唔小心棘咗一下，卡喺白雪公主喉嚨裏邊嘅嗰塊毒蘋果跌咗出嚟。白雪公主醒返啦，王子好開心，佢請求白雪公主嫁俾佢，從此佢哋過住幸福快樂嘅日子。故事講完啦，皇后成日問魔鏡邊個最靚，就好似我哋而家成日都想知道自己有冇人中意，有冇人讚。白雪公主冇理人點睇，佢只係專心做自己，對人好，自然就可以得到幸福。